我成日覺得便當好似一首無形嘅交響曲，廚房光線由窗外斜插入嚟，好似一條持續嘅旋律。保溫壺入面嘅湯低低沉沉、暖暖地嘅係成首曲嘅低音。烏冬係弦樂，柔軟同延展；炸魚嘅脆係銅管，剎一剎咁劃破空氣；青菜嘅清甜係木管，短促而清新；muffin 就係結尾嗰下鈴聲，甜但係唔漏。當我將呢啲聲部一一放入3個餐盒同3個保溫樽時，我唔係淨係裝食物，我係安排一場可以俾人食嘅樂曲。姐姐中意喺靜嘅位聽歌，佢拎保溫壺嗰陣，眼仲帶住睡意。佢唔係嗰種會大叫驚喜嘅人，但當湯氣慢慢升起，佢會無聲咁聳低眉頭，嗰刻好似喺許可自己今日可以慢啲。所以我會將麵條弄得更油，等佢第一口就揾到穩定嘅溫度。意弟有個習慣係將中寬藏喺手指入面。佢表面上好冷靜，但夾炸魚嗰個動作會出賣晒佢，又緊張又小心，好似拎緊一張通關證。嗰塊金黃嘅炸魚俾佢一種你係值得被疼嘅回應，世界會以脆皮回應佢。三弟就最直接，muffin 一拆封，佢就似乎按咗個開關，笑聲跑出嚟，午休瞬間變成小嘉年華。佢會將一小塊青菜當作充電站，然後衝去玩下一輪，成個人係快樂模式按。我喺組合呢啲食物嗰陣，心入面有一種奇怪嘅專注，好似指揮又似修補像。油溫要啱，炸魚要保留最後1秒嘅脆，青菜要燙到啱啱可以咬落，但仲保有爽脆。muffin 包得似禮物，手一碰有驚喜。蓋好保溫壺，就好似啟住一段溫度，將餐盒排成一列，好似排練3場演出，每一份都有開始同落幕。送佢哋出門之後，屋企即刻靜咗落嚟。到午休鐘聲響起，3處唔同地方同一時間展開。姐姐慢慢撥開湯氣，像閱讀一行詩；二弟先咬炸魚，像完成某種秘密協議；三弟將 muffin 分俾同學，笑聲像鈴鐺喺教室入邊回盪。嗰一刻，我記起做飯嘅理由唔只係填飽肚仔，仲係提供一個可以倚靠嘅頻率，一塊可以被收取嘅力量。洗完餐具，我企喺光入面，諗起便當其實係一張時間嘅地圖。今日嘅地圖上有溫度、有脆聲、有甜美。孩子哋各自出發，帶住唔同嘅路線走向各自下一站。等佢哋返嚟可能會有故事，可能就係一個滿足嘅肚仔。但我知道呢3個盒入邊每一道聲響已經喺佢哋嘅午休度奏響過。今日就係呢個飯盒。